亲子之间有好的沟通，会当稳定囡仔的情绪，对因的身心发展都有正面的帮助。嘉义市卫生局邀请临床心理医师，透过算立涂骹画图活动，教爸母安怎透过正向方式，引带囡仔正确来表达因的情绪，找到沟通的办法。囡仔用念头自由发挥，做出心目中爸母的模样。陪伫边仔爸母袂当指示囡仔安怎做。上课心理医生建议现场的家长会当试看卖，小等一下，尊重囡仔的想法，莫赶紧就要来替囡仔做决定。我们这个活动是很希望讲家长讲，我的老公淡薄空白的部分。摆啥物拢帮囡仔讲啊好，互囡仔家己去想法。安尼会使促进我甲囡仔的感情安尼，然后我感觉这种活动会使加办安尼。为了应付社会竞争，家长对囡仔不管是要求也是管教，拢会对囡仔的年岁日头增加。心理医生就教家长试看卖用引导代替指导，尽量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表达，陪伴囡仔做决定。我研究那讲吼，即马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在沟通上很容易变成就是用讲的、用指令的、用讲的，不过无去了解讲另外人来家己的想法是啥物。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跟大人可以非常的平常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沟通，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理健康的好歹，爸母占正重要的部分。配合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这种课程，若是要让家长更加了解家己的囡仔，也希望家长会当为课程当中找到甲囡仔沟通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